Baby 蜂蜜老細有隆重好嘢介紹俾大家。整个市场是我们用的就是钛合丝加上纳米基，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眼。一詞係咩嚟㗎？钛合丝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快速让细胞快速跑10倍。钛合丝在里面，而纳米是最小的分子，它可以渗透我们所有的皮肤。所以我们这一支东西是除了用眼睛近視啊、老花啊，或者是飞蚊症之类所有的。包括你青光眼都可以用，而且是保證有效。老實話，如果你跟佢嘅方法用，你講緊每一日用6至8次，以上嘅問題你冇改善，我哋幫你退錢。佢係一支講緊頂8支嘅功能嘅，佢除咗可以用喺眼睛撳咗掣1、2、3、4、5。1、2、3、4、5，佢仲可以用喺你鼻下巴、生瘡發炎嘅地方、面部嘅痘痘、頭痛嘅太陽穴，仲有你嘅眼袋，仲有你皮膚敏感、割傷、燙傷，全部都得。包括你嘴巴裡面，如果你是有生那個凹，你對準你的凹色噴下去，大概一個3到5秒就好。你嘅飛枝對住佢噴3至5秒，講緊15分鐘，你見佢慢慢咁樣縮細。你牙肉痛啦，你唇瘡佢全部都幫到手，暗瘡都幫到手。換言之，你嘅燙傷、刀傷，你哋嘅皮膚敏，你哋嘅濕疹，你哋嘅暗瘡膏，你哋嘅消炎膏、眼藥水，全部頭痛、搽眼睛嘅皺紋、眼袋，通通一支就已經搞掂晒。消炎抑菌修復重建。入邊有葉黃素啦、千里干啦、紅景天啦、冰片啦、珍珠37、人參，其實佢有30幾種名貴嘅中藥做咗個萃取出嚟嘅，用高科技。我又嚟賣補藥黨啦，各位寶貝，超勁好冇啊！咁我哋公開咗幾種俾大家啦，咁用法好簡單嘅。如果你有眼睛疾病毛病問題啦，只需要每日噴6至8回打圈 ，OK？ 咁我哋一套入邊咧講緊係一部機連6支眼藥水嘅。入邊呢6支嘅眼藥水，佢係講緊咧好抵，因為平時你買6支嘅眼睛液咧，你都可能要成幾百蚊一支啦。啲朋友仔咧係滴唔到眼藥水㗎，即係你滴唔準啊，係啦，滴唔準或者會怕眨眼，我個女都會㗎。咁但係呢一個個好處咧就係佢可以咧一支同屋企人一齊 share。係啦，你紅眼症嘅話，你太乾青光眼揀一種啦。白內障揀一種，係一支已經可以用晒所有，同埋全家人一齊享咯，唔需要獨立開一支。同埋佢好擺，呢支唔開可以擺5年，呢支開咗擺幾耐啊？呢段用晒，跟住就打個圈咯。咁你用6至8次就已經可以改善你眼睛遇到嘅所有問題啦。一定有效果。3個月內有效果，所以你一定要買1 set。爆晒紅血絲角膜炎1日搞掂晒，眼睛敏感紅筋完全可以幫到你，眼角息肉都有收細作用。用咗2個月，近視減少，改善紅腫，眼皺紋少咗好多，眼角嘅息肉好明顯縮細咗好多，嚴重眼袋都可以有改善。然後有幾個溫馨提醒的東西，就是你用的時候，你一定要距離一個10到20 cm，因為它是納米，納米你打進去，你要有一個距離，它才容易吸收，才容易進去你的皮膚。第二點就是，你看啊，有一些你們用的一些護眼液會苦的，呢個唔苦㗎，完全冇苦味嘅，小朋友都完全可以吃，所以小朋友是完全可以放心。其實佢係一個眼睛嘅防曬嚟㗎。平時你塊面咧，你會可能搽 cream 啦、搽通牙做美白啦，或者搽防曬。但係你平時日睇3C 啊、睇電視啊、睇電話啊、睇 iPad， 你唔會防曬。呢一支你噴咗出街啦，或者翻工做嘢咧，就等於搽咗眼睛防曬。其實呢個大趨勢嚟㗎，日後其實咧好多嘅眼藥水咧都會做成噴霧㗎啦。因為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能夠吸收快，唔會咁大流失，同埋佢真係真正方便同埋快捷咯。係老細特別益你哋嘅。而且我這裡哦，鈦合實下去，你的效果是快10倍啊！用了過後，你眼睛你要關着眼睛至少30秒，讓它休息。係啦，俾隻眼休息一下，佢吸收多啲。噴完之後眯埋眼30秒咯。係啦，好簡單。有唔識用嘅地方，記住嚟揾我哋啦。拜拜。